巴塞有恩尼斯達，皇馬有摩迪，而曼城就有佢哋嘅迪布尼。喺呢10幾年嚟，迪布尼為曼城球迷、比利時球迷同埋我哋嘅英超球迷製造咗唔少嘅經典嘅畫面。但係唔知你哋又知唔知佢細個其實係點樣嘅呢？大家好，我哋係 LC 夢工場足球。曼城中場大佬迪布尼喺4月4號喺 IG 度宣布自己將會喺今個夏天離開效力咗10年嘅曼城。迪布尼暫時喺佢嘅職業生涯中效力咗5支球隊，包括係根特、曼城、和夫斯堡、車路士同埋雲達不萊梅嘅。咁我哋而家就睇翻以前嘅迪布尼先啦。以前嘅迪布尼咧嘅性格係內向，同埋咧就係好固執嘅。咁以前佢喺一個寄宿嘅家庭咧，就完全咧係又唔想講嘢啦，就唔笑啦，同埋佢嘅家庭咧係好唔親切嘅，係好冷漠添嘅。而最後仲要去咗球會嗰度投訴話再唔想照顧佢啦。喺佢大個咗之後咧，佢喺2012年咧就以670萬鎊加盟咗車路士㗎。當時咧同佢一齊加盟嘅分別有夏薩特奧斯卡、馬連等等嘅出色球員㗎。正當球迷們咧期待佢哋嘅表現咧，然後偏偏迪布尼一加盟咧就判斷為能力不足，需要吸收經驗嘅。過咗冇耐咧，亦都係被外借到去德甲嘅雲達不萊梅，而佢喺雲達不萊梅嘅表現咧係非常之好嘅，再次回歸翻車路士。佢喺翻車路士嘅時候咧，頭幾場比賽咧亦都係有正選嘅，但係最後再一次係被摩連奴棄用嘅。摩連奴再係咁打擊迪布尼，曾經再講過話迪布尼只不過係球隊嘅第6選擇啫。渴望離開車路士嘅迪布尼，希望可以去到一支球隊係俾佢證明自己嘅，而唔係長期坐冷板凳。之後喺佢效力和夫斯堡嘅期間，佢一直努力證明自己。喺2年幾交出咗31個助攻，成為助攻王，亦都協助和夫斯堡喺2年內奪得德國杯同埋德國超級杯。而唔同嘅大型球會，例如拜仁、曼城、巴黎，亦都開始想買佢。而佢最後咧，亦都選擇翻去英超接受挑戰，加盟曼城藍月亮。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先嚟講下我哋大家對迪布尼印象最深刻嘅幾個球季啊。咁我就覺得咧，喺23-24嘅球季咧，佢咧係令到我覺得係最深刻嘅球季嚟嘅。而佢咧喺聯賽方面咧，佢就有4入球10助攻；而佢喺歐聯方面咧就有2入球2助攻；而係佢喺 FA 級方面咧佢就冇入波嘅，不過咧就有5個助攻嘅。冇錯。咁嗰一季我係好記得啦，喺第一場嘅時候咧，對住般尼嘅時候已經係早段傷出，仲要一傷就已經傷咗大半季啦。去到比賽季尾嘅季中嘅時候咧，佢先至係復出啦。而佢復出冇耐嘅第2定第3場咧，就係面對住紐卡素後備入替，當時係輸緊曼城，好似輸2-1啦。而60幾分70分鐘換入咗嚟換走咗巴彭斯華，結果係後備入替冇耐就已經即刻遠射入咗球世界波，然之後咧就將比數已經拉近到2-2。去到90幾分鐘嘅時候咧，更加係一條超級靚嘅高波放俾都係嚟自後備入替嘅奧斯卡博建功，結果最後係3-2擊敗到紐卡素。而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水晶宮主場對曼城4-2啊！咁嗰場咧就迪布尼入咗2球加埋1助攻啊！咁嗰場就水晶宮入咗1球先啊！咁跟住迪布尼咧就喺禁區就遠射收死門將就世界波追翻1-1啊！
跟住2-1啦，3-1，去到70分鐘嘅時候啊，迪布尼喺禁區左邊窩里啊，世界波再下一城啊，去到造成4-1啊，而最後咧就成功以4-2擊敗咗水晶宮啊，而當場咧就係因為同緊阿仙奴啦、利物浦爭緊冠亞曼城，咁所以咧就呢場比賽迪布尼係好關鍵啊。咁而我咧就最中意迪布尼係17-18季啊。咁嗰季咧佢係英超37次上陣，8入球16助攻啊。而歐聯方面亦都係有8上場，1入球4助攻啊。而喺聯賽杯同埋 FA 級方面就4上場同埋3上場啦，分別有2個入球、1個助攻同埋1個入球啊。而嗰季咧完咗之後咧就有世界盃啊。咁我印象最深刻啊，就係2場啦，一場就係比利時對巴拿馬，嗰場就係迪布尼係好靚嘅助攻，就助攻俾呢個盧卡古啊，就射入，最終係令到比利時主場係贏到巴拿馬3-0啊。而第2場咧就係比利時係8強啊對巴西啊，咁就迪布尼啊喺31分鐘嘅時候咧就射入啊，就幫比利時拉開到當時嘅比分係2-0啊，最終以2-1成功擊敗巴西，淘汰咗巴西，成功入到當年2018世界盃嘅4強啊。咁你覺得呢？而我最深刻嘅比賽裏面呢，就係作客面對住修咸頓嘅時候啊，94分鐘啊，係一個後場嘅長傳助攻俾到加比爾捷西斯入波，嗰一下嘅場係非常之靚㗎，而就係憑住加比爾捷西斯嘅一戰定江山全取3分㗎。而第2場我比較深刻嘅呢，就係曼城主場5-1擊敗到李斯特城啊！嗰場比賽呢，佢唔單止交出2個助攻俾阿古路，仲要係交出咗助攻俾史達寧㗎。係啊，嗰季迪布尼係好巔峰啊！嗰季迪布尼成功幫助曼城係攞到本土嘅3冠王啊，分別係英超啦、英足杯同英聯杯嘅冠軍啊！我認為啊，迪布尼打得最好嘅球季咧係2-2-3球季。嗰一季咧，佢唔單止為球隊奪下3冠王啊，佢喺聯賽方面更加32場奪得7入球、18個助攻。喺歐聯戰場方面，佢有打咗10場比賽2入球7助攻。FA 級方面4場1入球4助攻。聯賽杯方面2場比賽2個助攻，合共49場10入球31個助攻㗎。你最深刻嘅印象嗰場比賽係邊場呢？咁我最深刻咧，2-2-3球季迪布尼咧就係歐聯啦4強，皇馬第一回合主場對曼城啊。咁嗰場咧，首先係皇馬係領先曼城1球啊，雲尼素斯喺36分鐘入咗波啦。咁去到下半場咧，迪布尼啊係喺禁區外啊地波遠射入世界波啊，為曼城成功逼和呢個皇家馬德里啊。更加喺次回合啊，能夠大勝皇馬4-0，成功殺入歐聯決賽，仲可以攞埋當季嘅歐聯冠軍啊！我最深刻嗰場比賽咧係曼城喺主場對住阿仙奴啦，當時兩隊都係爭冠嘅席位嚟㗎啦，去到最尾嗰10零週㗎啦，曼城咧係對住阿仙奴啦，主場方面啦。上半場嚟講，其實咧兩邊都係打得唔錯嘅，但係咧7分鐘咧係先影有個機會，係嚟自後場嘅斬波啦，斬過去俾夏蘭特一控落嚟，再係傳到俾迪布尼嘅，迪布尼亦都係拉空咗2下，再係向前，但係結果啊遠射啊係 curve 過埋門將嘅藍斯道㗎，藍斯道啊有反應都救唔到啊！咁迪布尼咧仲有第2個入波嘅，就係呢個我哋嗰陣魯網嘅傳波啦，就迪布尼就一截到啦，就俾咗
就俾夏蘭特啦，夏蘭特咧就喺禁區內俾翻迪布尼啦，迪布尼咧而就通咗對手嘅坑渠，而入埋呢個遠處嘅波，藍斯路有反應都係救唔到啊！而迪布尼嗰場方面咧，都係交咗一個助攻喎，係上半場去到比賽嘅加時啊補時嘅時候啊，係一個罰球啦，好靚嘅傳中揾到 John Stone 啊，係揾到2-0嘅入波嘅，跟住迪布尼後場入到3-0啦，最尾夏蘭特啊係以4-1啊能夠贏到對方嘅入埋波。而我最中意睇迪布尼踢波就1920嘅球季，佢嗰陣英超上陣咗35場，13個入波，20個助攻。佢嘅助攻數字成功追平咗亨利單季英超助攻20球嘅紀錄。嗰季歐聯佢上陣咗7場，2入球2助攻。FA 級上陣2場入1球，而聯賽杯同埋社區盾就上陣3場同1場。佢喺呢季總共上陣咗48次，16個入球同埋22個助攻。我對佢最深刻嘅印象就係曼城喺11月作客紐卡素嘅時候，迪布尼喺禁區外勁射窩里，抽入左邊4角，射入世界波，令當時曼城由1-1領先到2-1。而我對嗰季印象最深刻嘅比賽就係迪布尼一作客對阿仙奴嘅比賽啊！咁嗰場比賽咧就迪布尼射入咗2球靚波啊！咁首先啦，先係2分鐘嘅時候，2分鐘嘅時候咧，迪布尼咧就喺禁區外啊射左邊死角啊，就地波啊入咗波啊，最終啊令到曼城成功係領先呢個1-0啊！跟住啊，去到40分鐘，當時係領先到2-0噶啦。咁啊，迪布尼咧就喺呢個禁區內啊，就係窩里啊，就勁射啊，就射近柱啊，就入咗波啊，令到曼城嘅嗰場比賽啊成功贏到阿仙奴啊，就係3-0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先講下，我哋大家覺得迪布尼今個夏天啊會轉去邊一隊㗎？咁我咧就覺得迪布尼係有機會轉去美斯嘅國際邁阿密啊。咁就早前啦，好多外國嘅媒體啊都係話有機會啊，迪布尼係會轉去國際邁阿密啊。咁同埋啊，我覺得國際邁阿密嘅班主啊，碧咸都應該會去招聘一下迪布尼嘅，所以覺得迪布尼係都有幾大嘅機會會去國際邁阿密啊。咁你覺得咧？我咧就覺得佢應該就會去 C 朗嘅艾納斯嘅。由於啦，迪布尼依個年齡其實都比較大㗎，都30零㗎啦。咁依啲年齡去沙特阿拉伯嗰邊踢波都機會率比較大嘅，一嚟可以掘金，二嚟啊，如果佢真係轉會呢個艾納沙，佢就有機會同 C 朗合作㗎啦。咁艾納沙相信佢哋亦都好清楚啦，C 朗有入球能力，迪布尼有助攻能力，咁樣嘅話，佢哋隨時啊可以奪冠㗎。我啊覺得啊，佢係會去艾納沙嘅。而我認為咧 KDB 咧就會繼續咧係咁，會繼續咧係會留翻喺英超嘅，而就會去阿士東維拉。有傳媒咧就已經話咧，阿士東維拉咧係已經係內部會議諗住以自由球員咧引入呢個迪布尼嘅。而我就覺得咧，迪布尼今個夏天咧係會轉會去希拉爾嘅。唔少5大聯賽咁上下嘅年紀嘅球員咧，都會去希拉爾掘金。而例如尼馬啦、米杜、羅域啦、簡些路、迪布尼加盟希拉爾嘅話，一嚟可以賺大錢，同時亦都可以大大提升希拉爾嘅實力，令希拉爾咧有力爭冠。一個喺細個青訓嘅時候，俾人話性格唔啱、冇前途，仲要俾寄宿家庭話唔想再照顧嘅男仔，但係最後變成世界最佳中場之一，奇雲迪布尼由車路士籃板去到曼城嘅核心，
由被放棄去到被尊重。唔知你又對奇雲迪布尼有乜嘢睇法呢？迪布尼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有時候你唔需要話到你自己有幾叻，因為最有力嘅回應其實就係默默地做出成績。唔係每個人一開始都會俾人睇起嘅，但係你只要肯堅持、肯證明，總有一日世界都會為你拍手嘅。我哋今日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如果鍾意我哋條片嘅，記得訂閱、讚好同埋留言啊！記得分享埋俾你身邊鍾意睇波嘅朋友添。我哋下次再見，Thank you，拜拜。